今天什么情况了？因为我跟我男朋友，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我好打击，他偷人，然后带他那个女生回来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也老是养他的。我跟他在一起多久，他就有多久没上班。全靠你。嗯。你现在收入多少了？一个月？我没上班，因为我不想上班了，好累。我肚子里面长了囊肿，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，因为我又不吃饭，然后又熬夜，又喝酒，又抽烟，身体就垮掉了。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爱，我还没出生，我爸妈就离婚了，我爸是坐牢的。因为我后爸，他3点钟死掉了。我妈妈得了乳腺癌。我知道你的境遇呢，或者说你现在的面临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你要相信总有雨过天晴的一天，还是到家里面多和家人待在一起。一个呢，你自己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；再一个呢，我觉得肯定对你妈妈的病情有好处。要多接触一点积极向上的人，你过去的这点点滴滴也是你的人生经历，是吧？